神經書講是家底在羅馬16:7咁樣講到，因為到我越真嘅信心、強嘅信心對於呢個福音，在福音要牽連上帝嘅力量，本每責任要得救，係嚟他相信佢他得救。嗱，係嚟他相信福音得救，因為在福音嘅方面有上帝嘅能力。要本是個得救，嗱，在哥羅西1:23，所以呢，是講呢，而家係用功在信心，意思嘛，係講係信心係堅係用功係強嘅信心，是講盼望對呢個福音唔定呢個世間各樣之細走，意思咪呢，是講係信心唔定細走本呢個世間，因為到呢個福音要本是個得救，在天下呢啲啊，要救出家啊。這係上帝嘅福音，佢嘅誕生嚟到世間出世喺度，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，3日喺度焚生，為了救這個人類，就係呢一個福音嘅傳本是家啲，在呢一個福音，每個人相信佢啥得到得救，所以是家係用功，是家嘅信心，係強是家嘅信心，才對呢個福音唔好定晒走本呢一個世間裏的社會裏嘅問題，阿門。